各位先贤，大家午安。午安。咱今仔日真欢喜，爱上咱的美香领任来甲咱主力宣传伊咧讲道足活泼的相信咱一定有所收获了今仔日这个信歌的讲解本来是咱的吴义如讲师因为伊去大陆泉州志工所以敢若像头拄会报道来台湾但是安尼赶袂赴所以讲互学来学习咱即摆来看这是咱这条信歌叫做拍拼就会出头天安尼即个条件是世界第一等咱这两段呢，咱先来读一下各位先生，咱来做读一下。是人一双手拍拼就会出头天，一分力，一分心，有心当离，勇敢向前，团结一条心，拍着人间天花地，手牵手，心连心。一生奉献救众生，决心免怀疑，修道办道嘛有信心。若要论真功夫，我是世界第一等。唔惊风，唔惊影，扛起责任向前冲，用诚心感动天。上天帮助心愿完成，短短光阴把握现在好良机，真修炼见光景，有情有义的修道人。这是咱黄师恩甲咱讲的咱的老师有咧讲咱每一个人拢是咱道场的动力的人才看到别人。